今仔日嘛，游玩会去想就这3工拢会去想。毋过咧，心肝底是愈来愈轻松，而且随某嘛会想足侪家己创造的剧情，会想象讲是毋是无甲我踢出群组只是讲有新的计划，嘛是真要义过来就是想讲因会私底下讲我这个人甲我批评，是有要义，会当想真济。毋过咧，就较无啥物，较生气，有较无一寡情绪，就是讲，甲别人安怎甲我讲甲我即个人对家己的即个重点，甲伊拔做伙。拄开始是较无信心无信心的我我较无信心，定会安尼，就是会要伊别人是讲我若讲教人用台语来开讲，对方是台语讲啊真老的人，毋过伊若讲颠倒用华语和我即个讲台语对谈，我就会想讲，是我讲啊无啥好势，别人就安尼对待我，是讲就是会定定靠这片镜即个镜来看家己是安怎的人，家己即摆价值伫倒位，就变做讲安尼，就像中国的粉红共款，就是外国人、外国的媒体，阁有真人安怎讲中国做要义的，因用即个方式当做镜去照镜，看出家己的形体，是讲咱的形体毋是伫别人安怎讲啥安怎看待咱，其实毋是安尼，是咱爱家己知影家己，甲家己会当知影家己的价值无共款的所在，毋是靠我靠依赖别人的想法，为着别人的想法感觉欢喜、生气。我今仔游玩足热心，只不过也毋过我较热心的所在较无共款，有可能阁换一个群组替人回答问题，而且呢，我较无迄种进前受到影响受到迄什物拼音是上好的，若汉字就是有中国的影响伫内底爱避免即种想法，无就是华语华语化安尼真毋通即种我就较袂讲会影响我的想法进前就会讲这哪会突然间讲一句形容一句华语安尼真袂惯势，会有一种排斥阁有一个情绪阁2礼拜前我就为着讲即个演讲的人伊就是写台文的小说迄时阵毋知影安怎，伊演讲的有一段伊读伊的作品也是别人的作品，毋知，就用华语去读我就听甲足这耳孔足无爽快就不爱听。尾仔想讲伊是讲小说呢，这是我当底写的物件有淡薄仔后悔迄当阵是有一个会气有一个意识会出来，
毋过即摆吼，我著较轻松啊。因为有迄种意识，会变做讲，若阮翁伫去看中国诶一寡节目，我著会无欢喜，讲你哪会替人洗脑去啦？你拢无去要伊讲这中国诶物件你著按逐工看，逐工看中国诶写诶册，著是线顶诶小说著真正会有即种即种安怎区分，著是敌人、家己人安尼分甲足清楚诶。即摆咧想讲，其实无需著莫安尼啦，真正莫安尼，因为安尼会变家己会愈来愈孤单而且嘛愈来愈歹斗阵著若亲像讲我即摆做诶代志拄着一群，就是可能甲我进前相像拢会想讲，这毋是我家己人啦这我爱找家己人一个箍仔，安尼好好啊保持迄种单纯。安尼想嘛对啊，若安尼诶人较会讲使用一寡外口诶人较看白惯势诶一寡语言符号，安尼著是变做讲会回应家己诶人，是会认同家己诶人，著是用一寡文字语言来做一个区分。你若讲练学习这你拢无即种决心，你著较无法度入来即个团体。若伫即个团体内底拢是有经过上无你嘛有学过看甲诚惯势，这嘛爱练你拢练啊安尼你是较有资格真做家己人是就是会安尼去区分。当然这拢是无拢有无共款的意义不过是讲今仔日我有醒讲莫安尼过生活，安尼分甲诚清楚，会变做讲这个人无听阮这个拼音伊明明会晓，哪会颠倒去杀什物教育部诶安怎伊变伊变心就会对伊可能就较怨愤，就讲哪会无甲遐好诶物件无完全无中国因素诶物件去好好抱即个物件颠倒去看西瓜仔大饼，都是会定定有即种意识有即种想法是，就会亲像我伫咧厝呢若阮翁咧看中国诶物件，看甲欢喜甲我就会开始用即种想法会作怪会变两个翁仔某起冤家。即摆我就去选讲，这物件嘛做好毋过毋是我替因控制，就是讲我若入去使用即种拼音学即种拼音看惯势看甲足熟手了后我就是爱啥物代志拢是爱真做安尼诶人就是爱甲大家拢共款甲即个箍仔内底诶想法是讲莫互外口毋捌诶人凊彩入来安尼霸占阮诶资源就变做讲有可能会较珍惜讲我即个物件做甲足辛苦诶，是要互别诶人有即个资格诶人，我较要互伊看就会大细心有诶人就讲这人足敬佩真好，敬佩相当敬佩
其他诶人就讲这吼有可能吼，即个意识吼，搁搁还袂较醒，还袂有知觉吼，安尼可能着安怎着会去区分吼，较袂讲像讲有一寡台语诶社团，有教学为主吼，教台语为主，拢是想要有啥物啥物线顶诶资源吼，拢做爱分张吼，因为讲考试这嘛是一届考过，嘛毋免一直竞争而且考认证这嘛无啥物竞争诶问题变做讲我即摆拢是3七讲四六听就是拢看别人有啥物好诶所在，若会当帮赞我讲我写台文诶作品会当发挥，我拢会当去听就即摆就知影讲莫去坚持讲我着爱诚做啥物拼音诶人，爱甲因诶标准一致我爱变安尼，因为迄个壳仔内底诶人实在对啦，我袂踏入去遐足深诶时阵我着爱紧知影讲莫去排斥别种人诶想法做法就是拢会当看有啥物对家己诶写作家己写册有帮赞诶拢会当扣有人用啥物拼音，这哪有差啦？搁有人拢连拼音拢袂晓，无写台文毋过因可能口语诚厉害，讲啊一大篇这嘛是一种会使学啊，会使学诶物件嘛诚好啊毋免搁进前我就是有即种问题，就讲若即个文章是用汉文写诶，我想讲这毋是我爱看诶。即摆无呢，我毋是想要入去迄个壳想要照迄个壳仔内底即个标准去做我即摆真正有去转换我着变做讲拢罔看，拢来看汉文嘛，这实际上嘛是一种记录，一种符号嘛是爱记共一个音只不过是讲若我学较济拼音当然就较袂有障碍，较袂讲看着这我着做无法度看着拼音就无法度。我家己当做一个讲，为着互家己的台文世界搁较开阔这就互我想着讲，进前大家对即个全世界福建话就是马来西亚为主的即个讲福建话的人足早我是排斥讲台语就学袂了搁爱去甲人斗相共即摆就袂即摆拢想讲伊嘛是采用台文拼音的方式，嘛是讲用啥物方式毋免去要伊讲这啥物人发明的，阮嘛买一套实在毋免安尼因为我上要紧的就是讲去写即个文章这文章互人知影讲这是啥物意思有法度去查无论我用拼音也是讲汉字人拢知影讲你伫写啥物这是啥物意思，就无去坚持讲爱安怎较是较正统的进前我真正有受影响，讲家己爱
诚正统。啊，毋过，毋过就是变做讲，安尼世界是较无法度去，就是讲诚侪物件拢是爱藏着就是家己的人知影，家己的人好康的家己的人较袂较无愿意分享，因为分享就想讲，你嘛毋捌，你嘛是迄种西瓜碗大饼迄派的你嘛是中国派的。阮莫用即种想法去限制，甲家己限制住咧，无安尼会变做讲，别人讲啥你拢听甲拢害头，讲恁这拢无我即马信用的物件，即马当地要伊的物件拢不如拢较歹，安尼实在是无需要安尼。拄开始我去甲即个天主教会教因去学即个台语即个家教的时阵，实际上就是有我就知影讲毋是我即马较知影，就是讲就是多元就是拢互我会当甲即个台语讲较好咧，用啥物方式、啥物标准去写，这其实无差因为这拢是一个算工区互你会当台语讲较袂歹而且会当讲写台文会当写甲讲有即个台语开口，这是上要紧的，就是一种记录今仔我若要创作，为安怎爱有一个台文？你若无文字的话就是伫咱即个士大夫的即种社会变做讲你若喙讲大家就讲这就是毋是啥物文学啦，毋是安怎，这是咱即个主要的社会对即个口说即保留一寡文字的物件就是较看无就变做讲拢爱有文字的即个流通人较会想讲这较是正办的。当然，这是一种思想的限制。毋过咧，我即马游玩是为着要学物件学习台文，当然就是爱需要去受足侪工具文字佮有一寡拼音的方式、文化佮有爱加听就是变做若爱定定讲，就是爱靠机缘啦，看有啥物机会若无讲有法度有一个对象会当定定伫开讲的话，就是靠靠语音写字记安尼嘛袂歹。就是阮莫摆摕讲安尼介新一个人伫讲甲无啥好势嘛，无法度改善，毋免安尼想。阮若听有知影讲安怎的腔口是袂歹的我想讲，就算无一个人第甲我安尼一句来一句去，我想我嘛是有法度互家己较进步就是我有去使用，我有即个需求变做讲今仔日听着啥学着啥我就会记条条，而且有当时听讲啥物几岁70岁是退休的年龄就是迄个岁数我都毋免定定想讲阮的时间无够阮这几岁才开始去学台语、写台文若看别人拢做教授阁是自细汉就伫讲是伊的母语可能20几岁、30岁就开始有志甲讲要开始用台文逐工写足侪档
当然，这是一个学习，会当对因因即个神圣前辈先拜的方式。毋过咧，我家己嘛有我想要写的物件，我甲我想要写的物件，甲伊写好，写好我想要写的故事，安尼就会当毋免去想讲，哪会无趁少年安怎，这拢是一个机缘，啥物时阵，就替安排，对啥物物件，会想要去做，所以讲，就是讲，我的眼光可能爱放搁较远，莫看眼前，看眼前当然就想讲，若讲有一个团体，我有伫内底斗拍拼，而且因阁有一寡这甲别人无共款，较坚持的一种信仰，就想讲，若安尼话，就是有一个所在，做烧炉的。有即种需求，毋过这需求实在是脱离讲当初时我去学台语即个目的哪会阁变做讲想要找一个互人认同想讲伫内底去拍拼伫内底是做一个有分量的大粒头。就是变做讲，我嘛是偷偷去找一个所在互我的价值会当互人看着，而且即个方式阁变做是讲去加入一个团体伫遐做拍拼。即甲几当前，我想讲伫公司做拼势，希望讲即个顶司甲我欣赏，我会变做即个。工课上即个工课上的团体内底大粒头会当去有一寡建议会使创啥？奇怪，我哪会阁行共款的路？因为我咧心肝头，犹原无法度讲，犹原阁想要去抽这款物件，甲这款物件抽落无法度放手。是讲，就是讲我做时间较长我就好好别人拢无愿意做我就来做人就会看着我就是熟悉嘛对我可能就甲我当作家己人我就是变做讲。既然是学台语，就学台语；使用台语，就使用台语。哪会变做讲我阁要找一个团体伫内底先去有一个角色较早起较有为做量的来好好做。哪会阁变成安尼变成讲做想要伫一个团体内底去争一个较有重量的即个位置，安尼其实甲我去想要好好学台语，即个是真细翻头啦。就是讲，我若讲为着加学一寡物件，去学倒一套的拼音，毋过变做讲，我若看着。人用汉文去写即个台文，我就起膜摆。安尼毋是变做讲，拄开始是为着讲，啥物拢去学，会当看搁较快，徛搁较悬，即个心较开。结果哪会去学新的一套物件嘛变做讲。替洗脑去，讲阮这套较好啦，别人迄套拢欠点啦。
安怎才就变做讲有一种要甲人搭要甲人看人无，要想要甲人批评，安尼批评是不要紧，变做讲有一寡物件你著无法度接受录音保健录音保健可能你一看著讲哎哟去鸡母皮拢毋免安尼啦，著毋免讲就是倒一位所在拢住甲足欢喜拢是参考，上要紧游玩是家己家己著知影讲家己要创啥。我想讲我上课著诚好啊，我去上台文班的课去学一寡物件著是即摆角度拢莫去想讲要长伫一个团体内底变成讲互人足看重的一个角色真正毋免安尼我还袂游玩，还袂家己放家己煞，足可惜的。我若今仔对一个伫工课上对顶司对调调我就是失去我的自由我若今仔讲我要学台语安怎，我就会想讲，即个顶司伊就会甲我起笑，会甲我讲莫安尼啦，你安尼我会因为我会对即个顶司对调调，就若亲像伫中国有可能讲要对倒一个大丫头对调调较有好日子过就变做讲家己的灵魂颠倒无去甲家己的灵魂交出去，甲家己的自由，家己去台拢诚好，去台拢足自在，连这物件拢交出去安尼我就是无介意即种物件，我颠倒搁家己束缚起来这真正是家己爱讲尻川当初时伫台语网就是会变做讲讲台语就会跳人讲即个魔术师这遥控器这爱讲华语咱若讲坐稳嘛跳人去叽嘟嘟安尼就变做就是安尼的原因，我想讲无法度好好自由的足自在讲台语我就较无去遐对我来讲就无啥物互我真爱去的理由尾仔当然是迄台语网的赖群组就甲我踢出去拄来讲其实嘛无差就是讲因为就是即摆的话有要义3工拢做要义，就是因为我有想讲我就有做运动拢洗脑拢洗一半去毋过发现内底人嘛无讲做认同我的做法就认同讲我这人就是四界去斗宣传可能对因来讲，即个宣传爱紧过啦就是讲对上举一个例今仔日若讲因有看到啥物活动是因有认同的歌册无就是主办的即个主办人主办人是因配合的人伊就会去群组去宣传即件代志，变做这真正足大度的人会安尼做呢，就是双方面拢是爱认同毋过安尼找就变做讲即个范围就较较下无法度讲这就变做讲有做原则，我知影啦，这就是一种原则甲我无共款，我可能就想讲若是台语的物件，拢会当
若讲因的活动，若讲是对台语吼，做有想要吹啥，想要家己讲转来的人吼，我拢会当甲即个资讯互因看。我想讲，安尼无啥吼。若讲对台语有兴趣的人，会当来即个团体去参加活动，安尼就变做讲即个毋是着人愈积愈济吼。毋过对即个偏音即个团体来讲，这就是原则的问题。就是讲我就是爱对方是会当的是真正理念有救的人啦，就是有救的人，有心无就是有救。我若讲伫我的工作内底，甲外口的活动去放送游玩嘛是共款的原则，就是有原则的。我爱去看主办的佮有因内底内容因是毋是这结论就是讲，进前我真正受到影响，变做讲听着啥、看着啥，就做看袂顺眼，听甲耳孔无爽快，这拢是受影响着，毋是讲这安尼坚持安尼有原则无好。毋过咧，我想讲看着别人安尼较排斥无共款的无共款的人我想讲我嘛莫诚做安尼的人因为安尼嘛较辛苦淡薄我希望讲，我就是行家己的路，就是讲亲像讲创作即件代志毋是讲吹啥，你需要一个团体对你讲对你足看重的，甲你理念会合就变做讲有一寡代志需要讲这人就是真正去带大家拢感觉诚好斗阵，有身躯顶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大家拢袂去排斥这个人。有的人就是互人会惊会人想讲就是讲无共款的人伊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的性尔，这无分好歹。毋过若讲我是家己去创作这就毋免讲爱我靠一个团体嘛免去靠啥物拼音，啥物讲一定爱徛倒一边我即摆想想的真正我上大的一个，我上大的一个上大的一个改变转变就是真正的人，我即摆毋是讲爱去爱这就若亲像信用共款若要信啥物宗教宗教也是讲啥物身心灵真正这有足侪无共款的宗教，阁有即个无共款的团体，无共款的理路拢有若讲我就是去学赛事我就爱甲赛事拢共款若别人讲无共款，我就不爱听我就爱敢若看着赛事，较会感觉讲这是正办的。实在是毋免安尼，就变做我是要互我这个人过甲对家己有信心莫伤敏感，安尼无快乐，阁会发性地莫安尼。若讲听着啥物道理就算伊是中国人去写的一个小小的去写的一寡即个伫网络顶去散播的
一种文字吼，迄种看起来足无营养诶。毋过若讲吼，这对我有帮赞，我就家己捡起来。就是讲需要我诶心看到即种程度，安尼吼较是我真正有成长吼。我即摆上大诶问题，当然就是讲头壳内底台语词吼无够济，变做讲若讲一个台语语音诶日记，就开始即个词就需要用华语吼去斗来斗去，也无法度去表达。就是我爱学诶物件阁诚济，还袂学着，就家己限制。讲别当即个原则是毋是无亲像去学着上正统诶、上无中国诶元素诶安怎？哎哟，我都还袂学好还袂学行，就想要飞，实在是毋免安尼。我就是一寡词用听来卖当啊，就算是中国啥物福建诶人讲诶，若讲会音节嘛会使捡来用当然就是爱台湾嘛有讲啦，就是安尼尔，都毋免去排斥进前这是一个句停啦是一个过停，句停就是讲拄开始会去求一个做有原则做有一个蓝图，一个啥物理念你会想象讲有一个团体有一个亲像宗教诶物件我想要甲因共款，我就有法度是即个团体内底诶一个角色迄时阵有可能想要安尼生变做我就会想要甲因共款即马是拄仔好就发现有去拍精神，知影讲哎呀，你要做这团体诶人，实在是毋是我应该是爱改变我要依赖要依赖一个团体即种想法我爱改变诶是我诶想法毋是去讲我阁要去找别种团体阁去付出我诶时间、我诶青春、付出我诶热情来互看倒一个团体会对我较好诶会甲我看重，就是讲我爱改变即个模式就是我即摆就是爱学一寡物件爱好好讲台语词都头壳内底拢有随讲随有而且若愈讲愈好，就会食使用若讲拢讲甲闹哄闹哄啥物词拢想无，拢需要讲第一头壳内底甲华语讨救兵，安尼当然就变做讲较爱讲华语因为华语是救兵华语较好用就是有一个爱上桥啦台语爱讲甲上桥较会感觉台语较好用，使用就是我阁爱去拼啦，毋是讲无去拼阁想要希望啥物团体甲即个团体内底人这做会斗搭哪会去想这啦？都台语就无真正家己学甲诚好阁差足远诶就伫遐用即个挂一个目镜是有安怎讲？就是看人就开始分分即个家己人毋是家己人，是毋是正版诶？毋是是毋是汉文无好？啥物
就也袂去真正学一寡物件吼，无去甲家己的欠点甲伊改好好吼，就开始安尼想要做啥物团体内底的人吼，要想要找一个团体，实在是离我想要行的路吼，就变偏差吼，行到偏差去啊。对啊，就是我阁有足侪需要会当改的所在啊。我若会当讲开喙拢无需要讲用华语的词、华语的即个结构吼，句的结构来去置换，安尼较有较有一个对啊，安尼较有要安怎讲，较有一个水准啊。即摆还袂到遐，就想讲要安怎伫倒一个团体吼去付出，互即个团体认同。是讲我真正有受着影响啦，就是讲即个团体我就头起身就去认同吼，家己当做家己的团体。阁想要讲，较会讲足想要去推荐吼，处处去推荐即个团体活动啊，就早就甲家己当做即个团体一份子。即摆发现讲，别人根本就毋是安尼甲你当做家己人吼，颠倒想讲你这假路的。对，我知影讲，我这几工就是一直伫想的原因，是安尼啦。我就想要找找一个做烧炉的，就是讲会看着我也知影讲，你这人实在是别人拢误会啊，你实在是安怎歹歹的人。为着要安尼，安尼先嘛无伫团体内底，就先去付出，付出了后，较发现讲，我家己有即个心，毋过别人想讲这就请长，较会互我即几工遐伤心，有可能即个原因是安尼。因为我嘛无真正做正办讲去参加人的读册会，真正安尼。我若是安尼做，别人当然会豆豆甲我当做家己人吼。我嘛无安尼做，而且拜六礼拜较无方便，拜一拄啊好拢是因即个读册会因聚会的时间。我若讲无安尼做，毋过心理上阁想要讲，紧加入即个团体，甲即个团体混甲足熟的。这毋是，就是我一向做代志拢是安尼，就是做矛盾的。加在我即摆只不过是去搭即个活动信息拢无真正讲去做足济做甲着伤去无啦。即摆拢是算是我阁会当会牵一啦，就是会去捐钱，去寄付，去即个共斗推送，斗放送，就安尼尔。毋是讲真正开啥物偌济时间去做啥物足济代志，阁希望讲会当做这团体一份子加在就是也袂开始头也袂洗啊，也袂开始，就也袂洗即摆做的代志，讲参加读册会嘛拢是我有学着物件拢是伫即个范围内底我有开始偏差，加在即摆就知影家己偏差的所在，就是莫遐极端安尼，
别人看一个中国的物件，我嘛气甲吼，这就是爱改。过来就是讲会去摆脱吼，甲我无共款，我想要加入迄个团体做一份子，我就变做还袂加入去内底，就开始看外口的人讲这毋对啦，就会去批评，伫心肝头去批评，别人像讲我去加入号码的即个工作，伊嘛是看别人拢看袂，就看甲诚无点啊。每一个团体拢是安尼，就想讲家己是上好上正确的。别人拢烂甲安尼，哪有阁遐济工人？这拢是角度的问题尔。我就是爱超越这一切，甲我的台语好好去学一寡台语词，加较济台语词，加看一寡台语文，莫阁安尼，逐工拢想要加入什物团体啊，安尼，用即种，小即可爱的方式，互我讲有一个，就是毋免去互家己参加什物团体，变做讲，伊就是即团体内底一份子。即种实在嘛毋免啦，是家己伤戆啦，想要找一个认同，惊孤单，惊家己无替人信任，讲我是诚好的人，实在是我有好无好，家己上清楚，拢毋敢听家己的意见，阁想要找一个团体。实在是足戆的，今仔日知影家己足戆，就莫阁戆落去，就是去参加，拢是讲，对我有帮助，学起来，啥物物件拢是会有帮助的，学起来，毋免去走火入魔，就真正毋免安尼，伤固执拢是无需要的，就是安尼。